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金塔墓地認購手續。2026年第一期配售嘅金塔墓地包括將軍澳墳場第13A 段1至4台單數號碼嘅金塔墓地，總共有75幅，以及柴灣墳場嘅4幅金塔墓地，分別位於19段3台以及0段0台，即係2個墳場。今期總共推出79幅金塔墓地。喺申請期完畢以及電腦抽籤之後，華永會會安排正選申請人按抽籤次序親臨華永會配售處認購金塔墓地。以下落嚟，我哋會詳細介紹金塔墓地嘅認購流程。第一步係認購通知。電腦抽籤完成之後，每位申請人都會收到華永會以電郵發出嘅抽籤結果。喺抽籤結果信裏面有一個遞交執骨申請文件嘅限期，正選申請人需要喺嗰個指定日期之前申請將先人執骨，並以電郵方式向華永會提交先人安置處所發出嘅起回骨殖許可證或者遷移骨殖許可證嘅副本。未能提交嘅申請人，佢嘅認購資格將會被取消。華永會將會喺遞交執骨申請文件限期之後，以電郵方式向交齊文件嘅正選申請人發出認購通知。喺認購通知上面會列出認購次序、日期同埋時間。正選申請人需於認購日及指定時間帶備所需文件正本同埋執骨申請文件副本，親臨華永會配售處辦理認購手續。認購所需文件包括申請人有效嘅身份證明文件正本、先人喺香港永久居住嘅證明文件正本，例如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另外，亦需要提供先人現時安葬或者安放骨殖位置嘅證明文件。為咗確保申請人可以為先人辦理執骨或者遷骨工程，申請人喺認購嘅時候需要同時出示先人安置處所發出嘅起回骨殖許可證或者遷移骨殖許可證嘅副本。若果正選申請人放棄認購，華永會將會按後備次序順序以電郵發出認購通知俾後備申請人。後備申請人需要依照認購通知上嘅認購日期以及時間，帶齊所需文件正本同埋執骨申請文件嘅副本，親臨華永會配售處辦理認購。申請人可以於華永會網站查看有關金塔墓地嘅平面圖同埋參考相片等等資料。華永會建議所有申請人喺認購之前，先到墳場實地視察環境，以及揀選金塔墓地嘅位置。認購手續，申請人需要依照認購通知上面指定嘅認購日期同埋時間，帶備所需文件正本同埋執骨申請文件副本，準時親臨華永會配售處辦理認購手續。地址係灣仔皇后大道東213號湖中大廈34樓。喺認購當日，職員會依照申請人嘅抽籤次序辦理認購手續。當職員確認文件齊備，申請人就可以喺剩餘可供配售嘅金塔墓地名單裏面選擇心儀嘅金塔墓地。一經確認就不能夠更改。確認咗認購嘅金塔墓地位置之後，申請人隨即需要繳付認購費用20萬零9440元正。
呢個費用係包括認購金塔墓地同埋安葬首位先人骨殖嘅收費，其後加葬先人骨殖或者骨灰嘅收費為每份2690元正。請留意，加葬先人與守先人必須為親屬嘅關係。申請人可以選擇以下嘅方式繳交費用，包括轉數快、當日可兌現嘅支票或者本票，抬頭為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如果以現金繳付，申請人必須前往指定銀行存入現金至華永會戶口。存款或者轉帳之後，申請人必須喺當日將銀行入數紙交返嚟配售處。完成認購手續之後，華永會即日發出正式收據同埋安葬許可證俾申請人。申請人隨即成為呢個金塔墓地嘅持證人，可以全權負責呢個金塔墓地日後嘅一切申請同埋相關事宜，包括加葬、起回、葬回同埋維修等等。更改申請人，如果申請人未能親自出席辦理認購手續，可以書面授權親友代為辦理。不過需要留意，完成認購手續之後，嗰位被授權人士將會成為呢個金塔墓地嘅持證人，可以全權負責呢個金塔墓地日後嘅一切申請同埋相關事宜。申請人喺授權之前必須考慮清楚。先人嘅家庭或家族成員應該喺決定邊個出任被授權人，即係日後嘅持證人之前，進行商討同埋協調，並且確認冇任何反對意見、陳述或者行動，以避免日後可能引致嘅不便或者爭拗。考慮清楚之後，原申請人需要填寫同埋簽署認購通知背頁嘅更改申請人表格，跟住被授權人可以按照認購通知上列明嘅認購日期同埋時間，帶齊所需文件正本同埋執骨申請文件副本，親臨華永會配售處辦理認購手續。提提你，被授權人必須帶備原申請人已經簽妥嘅更改申請人表格正本，以及原申請人身份證副本，以便職員核實。工程預約，持證人必須喺安葬許可證有效期內，即係喺3個月內安葬先人骨殖。逾期未安葬，華永會有權取消該許可證同埋收回有關金塔墓地。喺3個月工程有效期內，並且喺首位先人仍未安葬之前，申請人可以向華永會申請加葬其他先人嘅骨殖或者骨灰，跟首位先人同時安葬，但係原來嘅許可證有效期係唔會因此而獲得延長。持證人需聘用華永會認可承造商喺金塔墓地自行開冢、建造明冢同埋進行安葬工程。當明冢圖則獲批准之後，認可承造商必須喺安葬工程前最少48小時致電墳場辦事處進行工程預約。請留意，墳場工程每日設有限額，額滿即止，請盡早預約。喺先人安葬之後嘅12個月內，持證人必須聘用認可承造商鋪築地台。完成地台之後，亦可以建造墓碑。金塔墓地墳面可用面積同埋墓碑款式喺不同墳場或者特定位置有特定要求，持證人必須小心留意同埋遵守。如果守葬先人喺起回骨殖嘅時候被界定為不適宜撿拾，
持證人必須帶備首葬先人不適宜檢拾嘅證明文件，以及安葬許可證，親臨華永會配售處，並以書面方式向華永會申請延期安葬。華永會批准延期安葬申請之後，持證人必須喺認購日起計1年內成功檢拾並安葬先人。如果未能喺指定限期內完成安葬工程，已經認購嘅金塔墓地將會復歸華永會。放棄認購。正選申請人如果決定放棄認購金塔墓地，請填妥認購通知背頁嘅取消申請表格，連同申請人身份證副本，以郵寄、傳真或電郵方式交回華永會配售處。當華永會確認正選申請人嘅取消表格，將會按抽籤次序以電郵通知後備申請人嚟認購。不論任何原因，凡未有喺約定嘅日期出席認購金塔墓地，或者冇完成認購手續，一律視作取消論。後備申請人請留意，如果華永會仍然有已經公佈嘅下一期金塔墓地配售計劃，所有未能喺呢一期成功補上認購嘅後備申請人，華永會會自動將佢嘅申請撥入下一期登記申請。換言之，後備申請人係無需於下一期重新遞交申請。到時華永會將會個別發出確認電郵。如果後備申請人選擇放棄下一期登記申請，可以自行填妥取消回條，並電郵、傳真或者郵寄至華永會。如果出現突發情況，例如天文台發出黑色暴雨警告、8號預警、8號或以上颱風警告，或者極端情況等等，或者因為交通或其他狀況令華永會配售處嘅服務受到影響，或者需要停止開放，原先獲安排到配售處辦理認購手續嘅申請人將會被另作安排。屆時請申請人密切留意華永會網站嘅最新公告。有關華永會金塔墓地嘅詳細資訊，請瀏覽華永會網站嘅金塔墓地資訊發布站。如果有其他查詢，你可以喺辦公時間內透過呢幾種方法聯絡華永會配售處職員。